議員柯志春表示，北區的新安社區活動中心的邊啊，過去唔捌這飲水，不過佇個鐵路地下化以後，電倒來飲水。議員認為，因為水溝位佇個懸的所在，除非水滿過溝啊，若無法度流入去水溝。對此，水利局嘛回應，會來重新檢討。低窪地區唯一的就是人為加馬達強迫排水，地往高送嘛。為什麼它工程的部分，營造商包括鐵路局、南部工程處，為什麼他不去做？這次8月又淹水，排水設施我們要重新檢討了。那目前實踐街這裡也要規劃一個這個排水箱涵。把它排到那個柴頭港區進去了啊，所以我開元路也是一樣。所以局長跟你講，所以我剛剛講的道理，我一直在呼籲，就是從東宮路頭到柴頭港西尾，趕快在鐵路箱涵的旁邊做一個真的能夠很大空間允許之下，已經有規劃，不能允許之下，趕快做一個箱涵。那這樣在我們的東側，開元路也好，北園街也好，聖安里也好，整個那個排水問題全部。非常正確，我們就送到曹公場區。非常正確，目前已經在規劃了，就是那個實踐街要做一條，開元路也要做一條。對。另外，因為北外環道路的開闢，為佇個中華北路兩段文賢抽水站，到時是毋是愛來遷徙？因為目前中央還沒有定案，加上遷徙還閣需要多次計劃變更。對此，議員嘛要求市府一定要做好規劃。佇個新的抽水站還未做好進前，舊個絕對袂用個先來拆除。台南新聞林跟楊順懷採訪報道。